你有冇發現有啲人未必靚到爆，但係偏偏成班人都好想識佢喎？你都可以成為呢種人。其實一個人最有魅力，唔係靠你個樣有幾靚，而係全身散發出嚟嗰種生命力。你知啦，嗰種唔怕醜，夠膽展示自己，成日都好積極，好有衝勁，眼入邊只係望住更好嘅自己，呢種狀態先係最吸引人嘅。當你唔再為討好人，反而專注喺取悅自己，做翻個自由、清醒、瀟灑嘅自己，世界自然會俾你吸引住。其實最迷人嘅人唔係嗰個樣係點樣，而係你努力向上，不斷咁成長嗰種拼搏感。你又覺得最吸引人嘅地方係點樣？留言同我分享下，睇下邊個嘅諗法同我一樣。如果你都想自己更有魅力，留言魅力，我 send 啲簡單方法俾你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朋友，等我哋一齊變成更有魅力、更有生命力嘅人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